怎么样成为敬拜的勇士？首先，你要准备你的勇气，要准备你的肌肉。所以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准备你的右手，这样子。好，等我讲哈利路亚，我讲来的时候，你马上变做勇士，你就爱哈利路亚，这样可以吗？好，来，你的小肌肉准备，或者是你的大肌肉准备好。好，我先了。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对，很好。但是有一些人好像只是敬拜小兵，不是勇士。你要把你的声音大声的向主来念出来。好，再准备一次哦。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非常好。那等咱手卡在中间 B 段的时阵，你看看你旁边有没有坐人？有。那如果有坐人的话呢？等一下到 B 段，你就要找你的我老公朋友。朋友的时候，你要找你的朋友。哈利路亚哦，这样啊。如果你刚好旁边没有坐人，那更好。你可以把你的手向天上，跟我们的主讲哈利路亚。来，准备哦，朋友哦，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哦。朋友，哈利路亚，很好。啊，手一定要伸出来哦，不是往旁边就是往上面。过去拜，朋友，哈利路亚，好，非常好。继续请来做回起立，来做回来敬拜主，一切荣耀，一切荣耀我的拢归还主我的事，你是看你的勇敢无路，勇士准备，哈利路亚，我大声。一首真好听的诗歌，唔免惊，耶稣伫遮。这首诗歌是一位叫做廖雅慧姊妹伊所创作的。伊是天韵诗班的团员，伊有真水的歌声。当时伊嘛是天韵唱片的制作人。当伊创作这首诗歌的时阵，是伫伊上界软弱、上界痛苦的时阵。伫几年前，伊得到一款叫做克隆氏症罕见的疾病。看
半边是对家己的自体免疫系统来发生问题。有侪肠胃上的病痛，上介严重的时阵，伊什么物件拢无法度食，连水嘛无法度啉。伊体会到每一个人实在真软弱。伊甲上帝讲，只要上帝搁互伊性命，搁互伊快乐，伊就要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唱歌，继续敬拜。等下伫咱唱这首诗歌的 A 段，你会发觉到这首诗歌哪有一寡音，哪有做甲遐尼啊低？平常咱唱歌嘛无唱甲遐尼低音。我想作者他是借着这种很困难表达、很困难唱到的低音，来表示伊的低潮，表示伊的困难，表示伊的无容易。邀请咱慢慢来欣赏这首诗歌。刚才你唔捌唱过，但是你会使用你的心，和新泉敬拜团做伙来敬拜。风雨无论遐大，总是路线。太阳搁较耀亮，总是会变正。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带领有平安。受伤的路程已无钱，要快的灵灰无拍死，不免惊耶稣伫这。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变心的彩礼。不免惊耶稣伫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予咱变心的彩礼。亲爱的兄弟，不知这时的你，敢有为着什么事给烦恼？敢有为着什么事给惊吓？上帝要伫这首诗歌中对你、对我来讲话，伊要赏赐咱新的快乐、新的勇气。主要对你讲，囡仔，唔免惊，我伫这。监督菜这首诗歌你唔捌唱过，但是我希望伫今仔日，你会使将足容易的美段。唔免惊，耶稣伫遮这句话甲学起来。伫未来一礼拜中，你会使用这首诗歌来对你的心讲话，因为伊要赏赐你新的快乐。唔免惊，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路线。太阳搁较耀亮，总是会变正。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带领有平安。受伤的路程已无钱。要我的灯火无拍死，不免惊耶稣伫这，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予咱面对的
赞，互咱真心的在意，不免惊耶稣伫遮，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互咱真心的在意。惊耶稣伫遮，不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互咱真心的在意，不免惊耶稣伫遮。免惊耶稣知影，救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救主帮助，互咱真心的在意。免惊，耶稣伫遮，嘛咱每一天拢会使掠着上帝对咱的应允。阿们。会众请起立。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经的路，伊的心神要得到安息，伊的后代要承接所应允的土地。即条咱犹原徛伫，咱做伙用使徒的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的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信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别的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虎，第三流对上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广东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典的上帝，原是你谦卑的奴仆，用谦卑诚实的心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恩惠、仁爱，互阮也互万人。阮的主，你是全世界5万，恳求你眷顾阮所有你所做的，怜悯阮的民族，对罪恶中拯救全世界，保全阮的国土，阻止一切侵犯阮幸福的关系。互国家甲人民日日哪兴旺，恳求你赏赐阮的政府以及一切受派来统治服务武百官，赏赐因有智慧、仁爱甲德行来敬畏上帝，听人都无好的政治，恳求你施恩互全国人民，无分即分的轻重。也无分财物的关系，也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尽阮的本分。主愿知伫今仔日，圣经学院、学院以及中山教会，因也伫圣工的顶面，伫主愿知
你甲因相甲伫地，你也要伫因福音的路上去做建立。主啊，阮也求你会当保守阮，无论是伫身体欠安的，也是心灵冷静的。主，你有缘要安慰因、医治因。阮伫此时奉主耶稣的名祈祷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相信阮平安。请坐。启应文诗篇28篇，启应文是第2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气杀的少，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该救阮。奉上主的名来，这个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节两位，第一位撒迦利亚8章18节到23节，撒迦利亚8章18节到23节。万军的耶和华临到我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4月的禁食，5月的禁食，7月的禁食，10月的禁食，伫犹大家要做欢喜快乐得意的节期，所以恁着意爱诚实甲和平。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将来有列国的人甲做城。徛起的百姓要到，徛起即个城的百姓要到迄个城，讲恁着紧紧去求耶和华的恩，去找万军的耶和华。轮到我也要去。阁有侪百姓甲强大的国来耶路撒冷，找万军的耶和华，求耶和华的恩。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当即个日，对列国万族中要有10个人牵一个犹大人的衫具，牵伊讲：我要甲恁相甲去，因为恁要阮听见上帝伫甲恁伫地。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伫
腓立比书1章3節到11節，腓立比書1章3節到11節。我既有少年恁，就是感谢我的上帝。逐擺為着恁眾人祈禱的時，常常歡喜來祈禱，因為恁對頭一日到今三甲攏有份興起福音，我也深信起頭最好的工佇恁，要成伊到佇耶穌基督的日。閣我為着恁眾人有即號心志是合宜，因為恁常常佇我的心內，無論我佇試煉中，以及辨明來堅固福音的時，恁眾人甲我有分佇恩典，因為上帝甲我做見證，我替基督耶穌的心，有怎樣戀慕恁眾人，閣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忍耐、甲智慧以及逐項的曉悟，充滿又閣充滿，直到恁會驗出遐個較好的事，互恁宣傳無脫介，到佇基督的日，願伊的果子滿滿，就是對耶穌基督有的，要互上帝得到榮光而樂。咱聖經讀到這，咱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來看金句是佇撒迦利亞書8章23節，佇咱周報的後壁邊有。撒迦利亞書8章23節，咱做伙來共讀2擺。萬軍的耶和華安尼講：當迄日對列國中萬族中，要有10個牽一個猶大人的衫具，牽伊講：阮要甲恁相甲去，因為阮聽見上帝甲恁佇地。萬軍的耶和華安尼講：當遐個日，對列國萬族中要有10個人牽一個人衫具，牽伊講：阮要甲恁相甲去，因為阮聽見上帝甲恁佇地。聖歌對俄羅的詩歌是永遠同在。
我要永远服侍耶稣基督。今仔日余秀玲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我有听见上帝甲恁同在。咱将时间交互余牧师。敬听的进财牧师以及咱所有的长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实在非常的感谢吼。伫咱即个区会内面吼，咱进财牧师吼，上照顾咱区会中的教会，大家彼此三扶持、三照顾。我对进财牧师的中间学习侪，伫甲牧师伫参详的是牧师吼，实在是真排除万难啦吼，尽量吼来互相相敬吼，所以呢有即个机会，实在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恩典。照着圣神的引带，毋通感动了咱真在牧师，也感动咱的小会甲长执做伙来关心咱厝边隔壁吼中山教会。中山教会伫咱共年来献堂吼。咱伫1994年的时。咱定心来起造即间礼拜堂，吼，因为一把火，大家怎真热心吼。迄个旧的礼拜堂受着烧了后，咱怎大家较紧来起一个1000空平的礼拜堂。我逐摆对即个中山路吼，骑奥多麦过吼，我心内咧想讲哇。这是偌尼稳定的教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正做咱中山路的路标的迄个路标吼。所以咧，咱会当看见咱的兄弟姊妹是遮尔听主吼。阮中山教会嘛同款。因为中山教会是咱所生的囝哦，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吼，撒迦利亚即个先知吼，伊嘛是一个祭司，伊是生伫吼犹太被掠去巴比伦的时，伊伫巴比伦遐出世的吼，所以呢，即马所罗巴伯伊会当。带遮的第一批的犹太人吼，遮抑阁换地的犹太人转来，想要起圣殿，来备办起圣殿的时，伊就甲遮的第一批的犹太人做伙转来起圣殿，但是起圣殿嘛是受到济的挑战甲艰难吼，所以呢，伫即个时阵吼。因圣殿停困15年左右，所以呢，上帝透过撒迦利亚不断来勉励犹太人，毋通软心倒退，毋通冷心倒退着爱拍拼，因为上帝眷顾全地排除足侪困难，都是爱。来甲圣殿来完成吼，所以咱看到即个撒迦利亚甲即个哈加即个先知吼，哈该即个先知是共时阵的吼，哈该先写1-2年了即个上帝话临到伫撒迦利亚的时，所以咱看撒迦利亚足趣味的吼，伊拢会讲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和华安尼讲，所以这个先知是甲上帝非常亲密，伊有法度听到上帝的声，伊也有法度甲天在讲话。所以咱今仔日读到这第8章，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讲，因咧禁食的时，禁食咱知影，因是为着咧哀伤，吼。咱圣经有读着4月禁食、5月禁食、7月禁食、10月禁食，拢是为着因所拄着的历史的事件，伫哀伤、伫痛悔、伫纪念所牺牲遮的人，吼。所以咧，上帝的应允对第8章开始。上帝的应允一直来，一直来，有10个应允，哈！恁哀伤痛苦的日子就要过，换来是啥？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搁这欢喜的遮的节期，遮的节期，哈！所以咧，上帝爱遮的百姓，爱遵守这个命令，赢过形式的遮的禁食。吼，上帝爱守的是啥物命令？就是爱安怎？爱照顾遮个孤儿寡妇，爱行善，吼，爱行善照顾孤儿寡妇，照顾遮个散车人，遮个出外人，吼，过来咧，你即个城，你即个犹太国，你着爱安怎？爱诚实，你爱即个诚实甲和平，这是上帝感觉真要紧的物件。吼，伫旧约安尼在强调，伫新约也共款伫强调哦。吼，上帝安尼讲，你若是安尼行的时，济人要听见上帝甲恁伫地。这是足宝贝的物件。咱的教会嘛是因为济人听见，恁遮有上帝，咱遮有上帝，所以行入来咱教会。伫旧约的时，就是安尼咧甲咱讲，万国，咱讲咧宣教吼，有当时啊，毋是新约才咧讲宣教，吼，上帝的救恩。透过旧约，都已经一直在宣扬，一直在宣扬。咱上清楚的第一件，就是约拿。约拿是毋是上帝安怎？上帝差派伊去尼尼微城。好，这个尼尼微城咧是伫倒位亚述国，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伊爱约拿先知劝因悔改，这就是在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到伫弥迦书以赛亚书，拢有安尼咧讲，列国万邦拢要来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城，要高举，要高举。咱知影即个高举，就是要荣耀上帝。好，因为是安怎遮的人会来，遮的人会要行去耶路撒冷，是安怎会去互吸引？毋捌耶稣的人是安怎会互咱吸引来？因为因看见也有听见，上帝甲咱同在，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上帝嘛甲咱同在。好，这个同在，互因感觉阮行的路是平坦的路，阮的生活是富裕的，是平安的，是顺遂的路。好，所以因人会主动来遮求上帝的恩典，求上帝的恩典。但即马即个时代，咱要安怎来吸引人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咱的教会拢有一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要安怎互人会当救着这个咱会当去掉着这个三句？吼，咱的永福教会每一个人的三句，若是安尼互人去着。这是足热嘅滚滚的教会，
热滚滚的教会，因为知影遮有稳定，会当求上帝，有耶稣基督的稳定。我顶年去一个泰北宣教的时，泰北因拢甲基督徒阿卡族，因拢甲基督徒称作小基督，小小的基督。我毋知影咱有认为咱就是一个小小的基督，互人看到基督的稳定甲滋味，互因感到这个甜蜜的滋味，这是非常要紧的代志。毋茫咱今仔日行出礼拜堂了后，咱行路爱有风，因为咱就是基督呢，咱是充满灵敏甲稳定，亲像撒加利亚，伊一直强调，是上帝是一个灵敏的上帝，你着爱去灵敏你四周围的人，四周围的人着要看见上帝甲恁同在。咱看到咱的这个永福教会，无论伫老人的事工、银发族，遮的长辈，一礼拜来3天咱的教会，还有儿童下课了的照顾，等等，拢是要互人看见上帝甲咱同在。我看到咱教会。因为照着遮个事工，也济人入来洗礼，而伫这圣殿内面见证上帝安怎疼因，安怎施落稳定伫伊的生命。这是一个充满异象的教会，咱的永福教会充满异象。这个异象要安怎来达成？爱甲迄个感动放伫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放伫你的心内，你就知影，哇，安怎得到主的欢喜？什么是上主伊所喜爱？伊的旨意是啥？较要紧咱要安怎将上帝救赎的稳定？耶稣基督的这个稳定，伫咱的社区内面来做迄美好的工，每一个拢是宝贝的器具，咱拢有这个宝贝的瓦器，这个宝贝的耶稣基督伫内面，你有不断的活水流出来，迄个活水是一个生命。是一个光，是一个盐。咱看到撒加利亚，伊是充满异象。你若转来读一卷册，1章到6章，拢是万军的耶和华，互撒加利亚的异象。当因拄着困境的时，我去这个耶路撒冷。起到一半的时，我的围墙嘛还未起好，济的艰难甲挑战。上帝通过先知，甲因讲：我的耳目遍行全地，恁的罪也要除去。耶路撒冷要阁充满着阳光，所有的罪恶拢要离开。恁就要实行上帝的旨意，充满异象的一卷册，充满上帝应允的一卷册。上时，这个异象伫咱的彰化教会，伫咱的这个彰化中会，充满异象。咱的中会的设立的目的，嘛是要甲救恩传出去，嘛是要帮咱来起造教会。
逐所在、逐个乡里，拢有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以当时伫1973年的时，伫中会内面，道传道部提出咱来台化甲即个宗师大家来甲伊设一间教会，照顾遮的学生，大专团契。所以呢，第一间中会所设立的教会，就是阮中山教会，怎安尼产生？但是迄当阵呢，中会安怎无人啊？中会是教会所组成的，为着就是要开会会当甲即个福音传出去嘛。总是要安怎？就爱有舞会嘛，所以当时呢，就叫一个邀请3间教会，咱彰化市的3间教会咱的永福教会、彰化教会以及咱台北教会，咱台湾教会伫遮来帮忙着咱中山教会，结果咱是安尼。中会是安尼在计划啦，总是呢执行的呢，敢若是后续无力要开拓一间教会，特别伫迄较离市区较远的教会，资源少，迄个金钱少，所以毋是济人会当过。当时咱的教会感谢主，有陈春英长老。阁有杨银堂长老过去咱中山斗相共，阁落尾咱也有上义长老，会去过去咱的中山斗相共，安尼豆仔经，甲伊经起来，所以咧中山教会是真诶真辛苦，无一个强国有力会舞会。但是呢，你看卖咱安尼来看咱拢是咱永福教会嘛是算中山的舞会确实咱有人走来到拨一寡人来到伫咱中山聚会我看咱教会历史，咱当时嘛是彰化教会拨一寡人来永福教会，但是永福教会较有福气就是有地彰化教会起好哇，咱都会当伫遮真好、真舒适来做礼拜所以呢，咱是一个教会的宣告，是敢若一个迄个节步共款咱若要车过碰西咱就知影，伊是即条线到迄条线，即条线到迄条线。互相交织而成的一个宣教故事，咱教会有咱的宣教故事，但是咱中山教会，嘛有咱的宣教故事，上起初是为着遮的大专学生来设立，所以咱也有用真侪时间来陪伴遮的中师大的学生无论伫校园内面的关怀，也是讲咱的灵修生活的生活营，也是伫教会内面的查经敬拜，所以呢，这是咱中山教会真重要的事工。过来咱中山教会虽然伫遮尔困苦内面，总是足坚定。真坚定，真坚定的意思就是讲，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毋惊艰苦，这阮若对中山有熟悉阮对台化街迁移，刷到伫自由街，阁来到伫咱德和路，即马德和路上稳所以阮甲德和路即个礼拜堂，迄当阵买土地甲起礼拜堂，差不多
一楼差不多50平，一礼拜长总共去4楼的是差不多3000几万。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阮教会的成员无医生，无足大的企业家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奉献拢超过1/10。为什么会这么热心奉献？听上帝，听上帝。阮伫迄个家庭礼拜，顶礼拜家庭礼拜，抑个咧互相数算上帝恩典的时，佮讲留落来伫中山的拢是拍死袂走的啦。无论爱经偌济的钱，都是要为上帝来起造教会。所以呢，留落来拢真用就对啦感谢主这是足大的恩典。阮有3期足难以想象的你想象我深被这间教会来感动，被感动着。第1期安尼都已经3000几万，地甲厝，无偌久了后，有厝无厨房呢。咱有起厝，有起礼拜堂，但是无厨房呢。就探听着隔壁就是这94年，佮买一个100平左右的，迄当阵买1平35000。得佮有一点仔地会当来停车。边足大片的嘛，103年迄片第3片，足大片的迄当阵大家拢担嘛，哎哟，好不容易甲钱拢还掉无负债即马要搁来买担拢无买，对3万无一定起到迄个10年哎哟，已经起到10万块啦。阮买的是1平已经10万啦。所以呢，土地咧起足紧的钱嘛愈来愈无。即马阮目前103年即片土地买1500几万，1500几万，到伫今年过了5年，阮已经存780万，还要一半，感谢主呢。这是因为牧师阮教会有2-3年的中间无聘请牧师所以咧行嘛有较紧啦咱拢感谢上帝万事互相效力搁来咧，阮望伫10年后，就是我5年后，阮会当甲这个刑款来甲刑掉，因为5年后阮要献堂设到50周年呢，足紧的咱今年60周年嘛搁5年阮就50周年呢，咱生出来的囝渐渐要大汉啦所以呢，阮中山教会真正是阮遐长老拢特别讲爱甲咱永福教会说多谢无论伫倒一期倒一个阶段，咱永福教会拢有出钱出力，伫斗相共都亲像保罗，伊咧纪念菲律宾教会共款对即个福音的头一日，对头一日拢3甲5分伫伊的所传的福音。头一日是啥物？咱知影伫使徒行传16章，保罗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了，伊怎越头来到伫马其顿？第一间所设立的教会，就是菲律宾教会。菲律宾教会对头一日，因保罗所设立的，到伫伊年老被关监，伫迄罗马的监狱内面，即个菲律宾教会共款伫供应保罗的需要，伫关心保罗的需要，所以呢，
保罗安尼甲因祈祷，祈祷腓立比教会，也是咧肯定腓立比教会，会当咱做伙来读腓立比书1章9节甲11节，即个祈祷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哦。好，来请各我所求的。伫遮中山教会也要甲永福教会说多谢，因为恁将迄个疼已经藏伫阮中山教会，互阮的智慧甲晓悟，慢慢咧成长。我以前咧看阮爸爸咧种作的时，伊迄个树丛若栽落，慢慢生出来的时，伊就爱放迄个柴也是铁甲伊固定着。或者树会当正常正直来发展起来，来成长起来。保罗伊伫遮所祈祷的，都是迄个疼心，疼心就亲像咱的种子内面安尼爱种落土，即个树，即个植物也是花草，才有法度生起来。生起来了，爱阁徛好在，即个徛好在，就是用上帝的真理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阮伫遮非常感谢咱永福教会的关心甲带导，互阮中山教会会当伫上帝的恩典内面徛会在。中山教会伫顶年的圣诞节，阮借着即片遮大的土地，来互人看见，真有主耶稣基督。阮请一台即个表演的车迄个展演的车。一个6吨的，阮本来要请10吨的，后壁门驶袂入来，所以即种展演车一踩落了后，所有的活动照着安尼甲社区来结合，停车场通是停车场，是遮的课照班，遮的儿童会运动拍球的所在，搁较是福音的出口。人要安尼看到上帝伫阮中山教会，人要照着安尼来到伫中山教会，追求上帝的恩典，这介重要所以阮真感谢。真感谢陈医师也公认医生也有送阮课照班为着即个会当去接送，去学校接送送阮一台福音车来成就安尼的事工本来即个迄个课照顾班课后的照顾班本3个，即马已经增长到11个，望阮会当搁较服侍，搁较济的家庭毋是干那一个囡仔尔，阮是去服侍规个家庭所以感谢主，这是上帝信实的恩典，照着即个恩典，阮也真甘愿来背着即个福音的罪，因为阮白白对上帝得着恩典，阮也毋望阮所建立、所起造的会当互别人看见上帝甲阮伫地，会当来敲找
上帝的恩典。好，所以这45年来，其实中山教会拢一直咧排济。好，但是这个福音节，阮欢喜来领受，因为这会当见证上帝的直接，所以这是信实的上帝，信实的上帝，毋通伫中山教会，伫扶持帮赞。我相信伫咱永福教会，相是共款，伫扶持帮赞。吼，照着这上帝信实的恩典甲慈爱，阮要用唱的来学乐上帝。求遐这大平安。阮要献的这首诗歌是《你信实极大》。我的天父上帝，你信实极大，你来运拢无黑暗变化，你是真实甲有大慈爱满满，古早现在将来永远无衰。你的信实极大，你的信实极大，透早只看见你极大慈爱，我所欠的一切，你亲手安排。你的信实极大，是落予我，主赦免我罪过，使平安永远，亲身甲我同在，欢喜引带。做我今日开来，毋忘为将来，使我万般福气，稳定三线。你的信实极大，你的信实极大。透早起看见你极大慈爱，我所欠的一切，你亲手安排。你的信实极大，是落予我。多谢。头祈祷。至圣的天父，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信实极大，无论阮伫什么种的境况，主你的快乐，正做阮的愿望甲帮赞。主你是甲阮同在的上帝，阮相信。通过阮每一个对你信仰的告别，阮要互人看见，阮遮有上帝甲阮同在。阮也要互众百姓来敲吹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主，这是极大极美好的代志。主，因为阮相信你，阮的生命得到改变。主，因为阮对你得到恩典，主，阮愿意
将你的恩来分享出去，来人民人来做诚实正直的教会。主愿你帮助阮，也祝福愿永福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生命伫你的内面，会当一天一天长大、欢喜、快乐、自在。主，阮相信你的确甲阮直到永远。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上帝甲咱同在，也甲中山教会同在。咱即时来吟圣诗535首，福音正声大坛，福音正声得大坛，传到正海甲正山，报传得救欢喜消息，白白赏赐你甲我。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活得永远活稳当。福音正时时谈，传到正海甲正山，福音正时时谈，传福气互你甲我。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即碟才会来回应上帝所赏赐予咱的，咱来奉献。
咱直接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会早起咱用欢喜的心，看见咱的隔壁教会中山教会，为着迄个社区、新的社区以及中师大的学生，伫遐建立的一间教会。真多谢余秀玲牧师甲这帅哥的诗班，今仔日伫咱中间，咱斗阵甲因拍一个扑仔来好无？真多谢恁。我伫中师大教11年，一寡遐个我的助教几人个拢伫恁教会，得到恁的关心照顾，真感谢。最近有一个咱的开补习班的姊妹讲，牧师，我才欠一个英语的老师，有检定过的，看你遐会当找中师大学生无？我就输一个出去，连伊到我的助教讲，有啊，才有一个是咱团契的学生，所以咱阁继续伫遐咧做这大学生的工作。拄则有听见讲，都700-800万是吧？求主引带，互即个福音的节目会当真紧就头棒。今仔日嘛是圣约翰医的纪念主日，咱拢三甲纪念长老教会。我直直咧讲，咱有真侪人去其他的教派，定定听讲，哇，因的教会派几个宣教师，因把几个教会去倒位伫咧传福音，毋通袂记，咱是用组织伫咧做工，咱组织伫咧外，迄个是真惊人，但是咱真少人，因用个体，咱用组织，这是无共款的形态。不过长老教会有最近水的工，不然知。今仔日花语堂礼拜三有开同工会。伊个拜五有蔡伯同牧师的讲座，请咱兄弟中集，毋茫会当较踊跃来参加拜五暗7点半到9点的新的讲座，嘛邀请咱附近的教会会当参加来。奖学金正式接受申请，请到办公室去登记，然后这个升学进入新的学校的这个各种高中、大学的学生，咱教会。分别有送因无共款信仰的圣经，还是灵修的课程，请到办公室去登记。9月29是咱教会分组关怀主日，所以请各组接受恁的迄组的长老执事的邀请，大家人踊跃报名，毋茫咱会当伫教会300几个人的中间，即个会的关系会当搁较加强吼。咱10月初6有要举行设教60周年嘛，结婚60周年的即个特别的礼拜，所以若假使请各组原来登记看你迄组结婚60周年的这阿公阿嬷，咱拢鼓励因迄日咱会斗阵入场，伫礼拜的中间特别为着因祝福吼。拜三的祈祷查经会踊跃。兄弟参加，特别是中集，请咱斗阵来。教会有真侪训练的课程，拜六早起时10点到12点有一个文道训练，拜六暗7点到9点有一个幸福小组，然后咱有4名成长小组，拢请咱替因祈祷，遐拢一寡人伫咧受培育。对无道开始吼，愿上帝施恩所，互遮个人所做的工有功效。10月12，咱有邀请王英基牧师来带咱做一寡信仰甲生活的培养，请咱为着这样事来祈祷。团契的消息的中间，即个拜五咱有一个林益宣传道要来分享。着怎样甲教育咱的儿童，等下礼拜刷了，还佫有圣经课程吼，所以请咱踊跃参加。伫台岛的事项，请咱为着咱家己信主遮尔久，你有将福音传互人无？信主遮尔久，你有结什么果子啊无？咱教会60周年所呈现的工，毋茫咱佫直直延伸去，请为着香港来祈祷，因为伊是咱的厝边，
咱望每一个人拢会当活伫一个足安全、足自由的环境的内面敬拜上帝，然后互每一个人的家庭拢得到安舒。请咱为着家己、为着教会、为着咱的团契。伫遮我若要咱有看到家军吼，这拢对远路赶转来伫咧侍奉，通感谢赞美咱中的青年伫中华教会有百几个青年伫遐，看见遐伫咧侍奉遐个团体，较大汉的几乎拢是咱永福教会。所以要甲遮个青年讲，请恁阁继续，恁有责任阁继续培养下一代，对遮个高中生都直直甲带起来。人伫少年的时会当第一信仰的事，这是真水的代志吼。包括这国校、国中都拢会当做咱遮伫咧领受台语的礼拜，愿上帝因带祝福。拄则咧讲，互人看到恁中间有上帝。即句我要特别请咱为着一个兄弟来祈祷。桂英姐的先生，即2礼拜拢有来教会带线伊要来求耶稣的3件吼望咱众人对伊祈祷，愿意求着耶稣的3件了，伊的人生甲家庭拢无共款。好无？咱三个来祈祷。是阮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阮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拢得到你的疼。伫阮抑阁毋捌你的时，伫阮抑阁伫外面的晃动的时，上帝你已经疼阮，你已经找你的囝耶稣基督为着阮死。你嘛伫阮的身边，为着阮陪伴真侪好心人，直咧甲阮引带，用讲袂出的各种的方式伫咧引带。但阮有看见一群人、社区的人，直入来伫你的盛会，特别阮今仔日的早起要为着带先祈祷，伊真正要来求耶稣的3件，因为感觉伫恁的中间有上帝。阮真多谢伊的太太桂英姐，伫即段时间先替伊祈祷，然后因带即2礼拜伊拢有来到伫教会。阮望上帝你亲你大权的圣手医治照顾。互伊一步一步通过进入伫信仰的团契了后，感觉才真正有上帝甲恁同在，嘛有上帝开始进入伊的心内，做伊心内的光，做伊生命的快乐，互伊会当活伫你的平安甲喜乐的内面，无惊吓。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圣名，阿免。以上报告多谢。上赞诗歌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源，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关联极大仁爱招成，阿乐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元。咱今时后请伊牧师来祝祷。那恁就欢喜快乐对遮出去，因为主上帝甲恁三个同在啦。恁就用新的画面画出新的款式，时时刻刻充满疼甲盼望，伫恁的内面，互人看见恁真正是一群平安、充满喜乐的人。众人就要看见，伫恁的生命内面真正有上帝。但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同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哈
真济灭倒。上帝甲你同在，上帝甲你的手所做的工三甲同在，上帝保守你甲你的家，一世人你甲你的子孙上宝贝的遗产，就是掠条上帝的听甲应允。